今卖伫第4届台南市台语儿童文学营8月8号到10号将伫台湾文学馆举行。主办单位土城国小甲安庆国小，为了让更较侪人知影这项会当免费报名参加的台语文学活动，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，会中不管是搭喙鼓或者是表演艺术，拢呈现了台语加学的新气象。 安庆国小毕业生的搭喙鼓，伫练堂的台语加上丰富肢体动作背后，其实指导老师刘惠勇表示，因伫表演进前拢袂晓讲，伊是经过3天的背稿加7天的结婚才上台，可见只要用心学台语并无困难。也会有一些挫折感，然后因为有老师给我们鼓励，所以我们就会更认真去学，所以就不会有挫折感。 就现在对台语比较有信心了。对，有信心点了。学习过程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不会，因为老师都是半玩半教的方式带着我们进入台语的那个境界里面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台语其实不会很难，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。除了生动活泼的搭喙鼓，自开国小则是透过戏剧游戏的设计，让学生在表演艺术情境当中融入台语教学，相当神奇。 你若听到，就是表示爱停顿，所以你所有的动作拢爱停下来。好，注意听老师的口令，来，准备开始。真好，老师看到的小朋友，都无拢伫遮咧，开咱都分散一下。哪行的时阵，哪看什么所在若无人，咱就往迄个方面行，开始。 为了整下台语文学教育经济，台南市台语儿童文学营的举办已经迈入第4档。土城国小延续前几届文学营的成功经验，这次除了台语文顶面的学习，嘛要结合实景的接触加动态表演，让学习更加趣味。咱的课程甲活动嘛，一直咧进步中啊。咱为一开始的4句练啊，一寡。 文理的表达以外，即摆今年都特别加入肢体的表演动作，加一种做搭喙鼓这方面的课程。4档来持续赞助活动经费的台语诗人蔡基兰，对着如何将台语文学落地生根，正是一直努力的梦想。我坚持就是讲，因为这个台语也是迄个真济。 客语也好，原住民语也好，这个母语会当讲爸母话，互囡仔会对着是大人的感恩主办单位表示，文学营因为名额有限，欢迎愿意参加的师生提早报名，免费报名专线0625777645。台新闻官及王子豪采访报道。